看世界，来看轻度的风台木兰扫过泰国的北部甲缅甸的东部，讲缅甸的水坝放弃，泰国嘛做大水。 大水直直冲来，画面上的查甫人原本也有法度真勉强动力，不过上尾也是指责袂掉，互大水冲走。有另外一位查甫人也有法度伫水当中咧行，不过好佳在，伊有赶紧甲边的条仔掠掉咧，才甲重心稳掉咧。大水当中，佫看到冰箱、家具，甚至过当的物件拢互冲走。 ด้านหนึ่งนี่ท่วมหมดนะครับ 轻度风台木兰来到泰国北部和缅甸东部，因为落大雨造成两国边界一个水坝无法度甲水闸掉咧，大水冲破爆花灌入去主体区。对天顶来看，和缅甸敢若隔一条河的泰国清莱府梅赛关，桥尾规电拢浸伫垃圾水当中，车路嘛变作溪流。救援人员要送物资和便当予受灾居民，敢若当伫河流当中豆豆杀小船刷叮当。 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ที่บ้านก็คนเท่าข้างล่างแกก็ไม่ได้นอนเนาะเตียงก็ไปหมดเลย 对8月12开始的大水，到13号半暝了后开始退。不过，也是有真侪人烦恼甲困袂去，规气都守伫家己的门口口，希望大水会当赶紧退。泰国缅甸地区有几啊千个家庭拢予水淹去，家在目前无传出伤亡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